歌星張國榮夜晚喺中環一間酒店墮樓身亡，終年46歲。警方話張國榮夜晚6點幾喺中環文華東方酒店由高層藝人梅艷芳因為癌症影響令肺功能失調，今日凌晨接近3點喺養和醫院逝世。林宗義報道。自從遇上便已看穿今生戀愛結局美得舉世仰慕，如此叫做緣分。自從面對為你我祝福的觀眾發誓與你終會化蝶，如此叫做名分。但求越吻越吻得深，為你啞忍退讓禮遇體貼，熱情盡責守護。最 fit 最멋最勁嘅舞台皇后，不想你有淚流下染污一生，就期待30年後交會十指可越來越緊，願70年後以夢浮生比青春還狠，然後不改裝修格局情調長駐舊居平靜地過日，來懷念完美氣氛，願情義超越成就超越歷史比傳奇仲真，若星能被誇耀寧願只因感情深，寧願終此生所建立成就全幻滅似風也無憾。若能共你盡快退休，專心相處過活了解怎去快樂，如此叫做情分。但求越吻越吻得深，為你啞忍退讓禮遇體貼，熱情盡責守護與關心。不想你有淚流下染污一生，就期待30年後交會十指可越來越緊，願70年後以夢浮生比青春還狠，然後不改裝修格局情調長駐舊居平靜地過日，來懷念完美氣氛。終此生所建立成就全幻滅似風冷重溫，就期待30年後交會十指可越來越緊，願70年後以夢浮生比青春還狠，然後不改裝修格局情調長駐舊居平靜地過日，來懷念完美氣氛。我唔止一次喺 Les 口中聽到佢好擔心阿妹。拍的這一期當中，因為可以跟梅艷芳一起就是演戲。記得張國榮先離開我們。我在那個葬禮裡面看到梅艷芳，我覺得她簡直是一種虛脫的一種狀態，魂已經都不在那個。他們兩個所能理解的那種愛，是真的一點都不比12少跟如花那種男女，真的那種男女之愛的那種有分別，對我。